去到越南胡志明市咧，有5間餐廳，千祈唔好去啊！特別係最後一間，如果你食完嘅話咧，翻到嚟中國咧，絕對咧食唔到大頭蝦啲越南菜嘅。首先第一間金廟西宮，嗱呢間咧就食咧當地最特色嘅越南菜，人均消費咧100-200蚊啦，環境清幽，而且咧食得到咧越南同中國 remix 嘅一個菜式。第二間我亦都推過好多次啦，那夏安有幾間分店啊，裏邊嘅裝修咧係粉紅色加大紅色，啱晒小姐姐打卡啦！而且重點推介埋個靚菜俾你哋，牛肉麵包，哇！食完呢真係舐晒脷，翻到廣州呢，我自己呢都係復刻嚟食啊！第三間海安 Sense。呢間呢係特色嘅精品越南菜，由裝修開始非常宮廷化，而且每一個菜品呢精益求精啊，非常之適合呢商務宴請嘅朋友。環境靚，中間呢就有啲越南嘅小姐姐呢表演翻一啲呢越南嘅音樂啦、越南嘅舞蹈啦，食嘢加視覺雙重享受。第四間千祈唔好去啊！呢間呢就係 Home Cooked Cuisine，呢間嘢呢專食呢一啲家鄉越南菜，簡單嘅飯點。如果你想體驗咧越南咧家庭嘅做法咧，嚟呢間一定啱你啦！3個字。平靚正啊！最後一間 Mguen 呢一間嘢咧就專食咧越南嘅一啲宮廷菜啦，裏邊嘅味道咧非常之精緻，而且好啱人多團餐。如果你10幾20人去咧，一字排開食嘅越南菜咧，哇，好似法國菜咁樣啊！分分鐘咧搞埋 party， 可以安排埋咧 DJ 咧上去咧同你咧助興一下。記住啊，過嚟越南玩千祈唔好揾我，因為我咧一定幫唔到你。年尾全部 booking 咧非常之 full 嚇，如果過嚟玩咧都可以留言俾我啦，我哋助理咧都會喺評論區回答你嘅問題。